好，今仔日是2月15，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明仔载全台湾303间卫生所卖倒卖喙暗，共款路健保卡兑身份。另外 WHO 嘛派专家要去中国调查武汉肺炎。中小学请假2月25以后开学，教育部嘛讲有传645万的喙暗要互学校用。乌永直升机失事案初步调查报告是讲，失事的原因是受到环境和人为因素所造成。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因应国人对喙暗的需求，明仔载全台湾303间的卫生所卖倒卖喙暗，同款是路健保卡兑身份，7天内是限制买2个。不过，若是药局密度较悬的都市，像台北市的健康中心，就无列入即届资源卖喙暗的名单内底。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咧国际上也是有扩散的趋势。台湾目前的疫情是真稳定，维持18确诊个案，第10例个案已经伫咧拜5出院，目前累计2例出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因为7天2个喙暗是明仔载伫卖制度开始了后，真侪民众也是反映讲真恶买，所以协调各地卫生所，从16礼拜日开始，全台湾303间卫生所，嘛会加入去来卖防疫喙暗的部分。每个地方的卫生所。他可能工作的业务量，大概就也不见得都完全一样，所以昨天我才跟卫生局，相关讲，就是说，那不要太过于勉强，因为地方的事务，地方卫生局最了解，那是他们可以负担的情况，来帮这个忙。指挥中心提醒，台湾4个位国家疫情拢有变悬的趋势，建议台湾人若是无必要，先暂时莫出国。若是武汉台商第一班包机返来台湾隔离的时间会伫咧18结束，但是中在去亲身来检疫所视察，表示台商目前心状况拢真好，嘛正在讨论解除隔离了后返去厝的交通方式。另外，针对停伫咧行滨港的泉州公主号，船点乘客隔离到19了后，到时阵台湾旅客会用包机的方式返来台湾。当然还是使用是华航那是全部的人把它送回来。那当然我们会提出我们的希望相关的一些配合。那我讲日本它在处理这边它是蛮严谨的。现在只是说怎么样来做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政府全力伫咧预防疫情扩大，嘛继续加强边境的防疫力头，严格来把关。但是中下晡去桃园机场慰问现场执勤的工作人员，而且带保利病院甲护理职工35个人去支援第一线的检疫。但是中表示，目前中央正在制作边境入境检疫电子作业，希望未来会当小可疏解边境防疫的人工作业量。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台北市确实发生爱接受在家检疫的民众失踪的代志。加在警方有甲这6个人找到，不过针对要安怎防范在家检疫的民众互找无人代志，台北市长郭文铁是回应讲，准讲不得已得用电子手铐。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台北市14照3名应该在家检疫的香港游客失去联络，警方已经找到，卫生局动发1人7万，无想到15一共有3个失去联络的，分别是陈依辉、谭国兴加江嘉莹，警方下晡拢找到啊。安怎防止这种情形？台北市长郭文铁也讲单话咯。那再不行，再用电子手铐，问怎么办？那怎么公布照片肉搜是个方法，不过那个还是。我觉得不要搞到这样了，但是大家还是遵守规则就好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去刻意去加重什么罚款的金额啦。郭文铁有期疫情6个月才结束，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早起陪同疫情指挥官，但市长顺时检疫所，欢迎新北市有检疫需求的民众增加，试验加下温情也不足，希望中央协助。另外，希望缩短在家检疫资料的通报时间。像我们的居家检疫，我们的量是越来越大。居家检疫帮新北市做3822位，重要居家检疫的通报时间能够把它缩短，避免稍微空窗期。疫情影响观光，新北市府召开跨局处会议，提出6大纾困计划，包括疫情冲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的，可以每户总管1万块补助。他暂时没有办法工作，或是因为他因为疫情的关系住院，家中没有其他的这个工作收入导致生活困难，甚至这个负担家计主要生计者他因为疫情而导致这个产业的官场歇业。除了提供急难救助金，针对实施无薪休假的单位，辅导签订减少工时协议书，要求每个月工资袂使在法定基本工资以下，也推出公有市场单位2月租金的8折优惠。市府已经针对各行各业提出包括税管分期、租金优惠比较30期间办理这方案。记者综合报道。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全台湾各级的学校是迁到2月25以后才开学。教育部嘛是讲，已经准备645个备用喙罨，要提供给各级的学校、私立的幼儿园这寡机构使用。备用口罩的概念，总共准备了645万片。全台湾各级学校会伫咧25了小连续来开学，不过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拖，相关单位唔敢放令。教育部通常准备校园防疫物资，分配予学校来备用，预计开学进程就会当到位。幼儿园、小学、国中、高中以至到大学我们是采取50个教职员工生来准备一盒比如像发烧、咳嗽、身体不适，可以来紧急的来运用。教育部有准备25000支的夏温枪，84000公升的酒精。不过因为喙罨唔是逐工配送，是有需要的人使用了才来补充。这嘛，互家长团体烦恼讲，学校较会造成群组感染。希望讲会当有校园的喙罨通路，而且喙罨的寸尺会当更较齐全。他每天要上课，他可能不一定口罩就够他用，所以他确实要有一个通路，专门针对学校。目前就是2到3班会有一支额温枪，朝向自备比较作为一个比较万全的准备啦。那学校也是有，如果有症状的话，我们也都是有备用在这边。不过，就伫咱台湾喙罨嘛伫无够的状况之下，桃园机场海关所发现有台箱载2000外的喙罨要飞去北京。携带了2007片的口罩于托运行李中，海关当场予以查扣1757片，又在手提行李里面带了202片口罩。喙罨提做一包一包，这2000外的喙罨拢是细张的台箱要走去北京予员工使用的。第一届去互查到了，海关予伊留下250个合法喙罨，不过了，搁伫咧行李当中找到200外片，全部没收。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爆出武汉肺炎社区感染，佮有死亡的病例。咱台湾昨是宣布要压关日本的旅游建议到第1级注意。地区旅行社嘛接到大量退团的电话，咱2大国际航空伫2月下旬飞日本大城市的机班，这几日嘛取消介济班。公主号邮轮伫咧官方网站公布，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拄家人出发的圣世公主号取消到4月份，拄家人甲横滨出发的泉州公主号是取消到3月份。日本发生社区感染，影响游客去日本旅游的意愿。当然，旅行社取消团客已经超过1000多人。看了难免会慌啊。那目前我们这边是公司行号企业的招待团取消的比较厉害，那一般散揪的客人倒还比较好一点。团客照载客率降低，2大国际航空华航中营调整2月底去日本的航班，热门城市东京、大阪拢有减班。日本航线是2大航空重要的航线，占比超过2成5。若是去日本旅游的人数继续降低，对营运可能是真大的冲击。日本基本上它的这个所有的疫情的资讯是相当透明，而不会去隐藏，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因应它疫情的发展。来做相对的决定。那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出现不明传染源的一个社区感染。那日本最近有几个案例，它看起来都是没有办法追溯到明显的传染源，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些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感染的患者，说不定在他的那个社区里面就会传播病毒。感染科医师分析，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日本的警示是1级，不过社区感染的速度是真歹暗算，就惊讲有较轻的症状或者是无症状的传染伫咧社区来发生。若是真正要去日本，一定要特别注意个人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表示，会有一个国际团队周末要去中国，和中国的专家联手调查武汉肺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5早起统计显示，湖北省死亡人数搁再新增加143人，中国死亡人数超过1500人。中国国务院15早起召开记者会，表示已经派出217支的医疗队，总计超过25000名医护人员去武汉重灾区来支援。而湖北省以外新增加确诊病例是连续10天呈现下降情形。目前全国除湖北以外，全国其他省份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从2月3号起，800多例，近900例，下降到2月13号的300例以下，那么实现了10连降。
伫中国当局征收做体育馆、甲学校宿舍改建诚济饭床病院，即阵已经有9间，收容超过5000人，病床摆甲真晚真密。真侪病床中间无隔板来隔离，网友批评恐惊引发互相感染，根本就是一场赢。而中国官员是表示，饭床病院收容的拢是轻症的患者，未造成互相感染，将会加强饭床病院内底隔离，也个消毒防护这措施。方舱医院目前收治的都是确诊的轻症患者。所以，把确诊的轻症患者收治到方舱医院呢，不会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I'm glad to say that the WHO-led joint mission with China on COVID-19 is moving forward. The mission consists of 12 international and WHO experts and a similar number of national expert counterparts from China. 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讲，会有12名国际专家组成的团队，在这礼拜六要去中国，甲中国12名专家合作。主要任务是了解中国超过1700名医护人员是安怎，也搁伫倒位去挖到武汉肺炎。记者孙华报道。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病例数是继续增加。根据目前上新的统计，埃及是出现头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这嘛表示全世界5大洲拢已经着这。啊，若靠伫日本的泉州公主号邮轮，佮加67个病例，目前规只船计共有285例。啊，若目前中国无包括港澳，确诊病例有66496例，死亡有1523例，全球总死亡的人数是1526人。另外，目前日本呢是有52例确诊，1个人死亡。啊，若泰国34例，新加坡67例，台湾是18例，香港56例，澳门10例，澳洲15例。啊，若伫欧美的部分，加拿大是塔甲8例，美国是15例，德国16例，法国11例，英国是9例。武汉肺炎这个疫情是拖无休。埃及是出现头一站的确诊病例，另外日本今仔日阁加几来的病例，其中有3个拢和同一间病院有关系，这就别互怀疑讲可能是发生院内的感染。菲律宾政府是昨宣布要解除对台湾的旅游禁令，啊，这解禁的过程，除了有菲律宾友台人士到帮赞，咱蔡英文总统嘛感谢外交人员的拍拼。菲律宾随即宣布禁止台湾人入境，在野党呼吁蔡政府提出反制。外交部在协调中一直与菲律宾对台湾友好人士沟通。菲国内阁会议则是将有决定解除对台湾的旅行禁令。Travel restrictions imposed upon Taiwan are hereby lifted, effective immediately. 外交部对于菲律宾政府的决定，我们表达肯定。蔡总统除了肯定菲国决定，也感谢第一线外交同仁的努力，为了让菲国解除禁台令，外交部进前发出撤销免签证、禁输入菲律宾陆港加反制措施。菲国媒体也报道，台湾奇美食品有400万位非洲劳工，连续写请愿配合杜特地，希望取消禁台令。离南台湾的菲律宾移工是上传影片，讲今台湾改请其他国家的移工。We, the Filipinos in southern Taiwan, are one in saying, please lift the ban. Taiwan is safe. 菲国禁台令颁布4天了后，将有解除。调亚立委也肯定外交人员的辛苦。要非常感谢在第一线的驻外人员他们的辛苦跟努力了啊！我想台湾的外交工作一向都不是这么的容易哦，是非常艰困的哦。蓝绿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让菲律宾这边能够做一个改变，我们是予以肯定。有外国媒体报道，海外菲律宾劳工是击败和菲国政府让步的关键。不过，过去前政府时期，台菲爆发争议时，也不用打击菲律宾劳工手段，成效有限。高雄大学讲师洪胜辉伫面册讲，击败委员选成功，值得好好研究。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拄对美国返来，准副总统赖清德参加资深的驻日记者新册发表会，面对媒体问伊讲访美的成果是啥物，伊无正面回应，反倒是用新册的内容说明台湾和日本的关系为怎样会这么麻。副总统，这趟访美行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面对媒体问讲这届访美的行程敢有啥物成果，赖清德无加讲啥。15出席资深驻日记者的新册发表会，包括前驻日代表邦记台、前中选会主委黄兆成等等拢来现场。赖清德嘛借用新册的内容，表达台湾甲日本的关系是安怎会这么麻。台湾发生大地震的时阵，日本第一时间来台湾帮忙。
伊若是讲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时阵，全世界台湾上关心日本。一开始他没有挡中国人哦，到日本来啊。像现在台湾还有其他国家都有挡了啊，都有挡住了。我想哦，台湾加入 WTO 的机会啊，因为这一次的肺炎啊，这个机会非常的大。因为讲到代志关系，虽望赖清德还未正式就任，啊，不过现场的人却一直鼓吹讲，爱伊4年了后来选总统。以后4年之后当总统，他12年没有办法到日本去，所以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啊，不然就全给关起来，无法度啊。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真严重，台湾打开始启用排除伫咧 WHO 专家会议以外，包括日本拢表态支持，因为讲台湾有加入去 WHO 的必要。赖清德本身是医生，伫咧5月20就职进前，感谢用医术的身份去访问日本，赖清德是无加讲啥，互台湾甲日本留下更较侪讨论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欧阳直升机伫顶个月失事，地事参谋总长辛一鸣，总共8位将士殉职。空军嘛伫咧今仔日公布初步的调查报告。欧阳失事呢是受到环境的因素，包括天气、地形和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研判是因为山区向变天，驾驶袂赴应变，才会造成不幸。空军救护队的乌鹰直升机顶个月初日失事，造成迄当阵的参谋总长辛一鸣等总共8个将士殉职。国防部15公布初步的事实调查报告，判断因为山区的天气变化真大，乌鹰伫咧飞时阵向入去云内底，飞行员袂负救援，失事是以环境甲人为复合的因素造成。周遭的情况是不是会迅速改变到你没办法这个保持目视？这就是一个我们要训练的重点。其实老实说，我们这个经过计算。它如果多1到2秒的时间，这架飞机不会撞山。国防部强调，讲代志发生的时阵，正驾驶干那6-7秒的反应时间，已经紧急掠悬，避免更较严重的伤亡。而且公布对话记录，副驾驶伫咧乌鹰失事进前上尾12秒，慢2界经过正驾驶即摆的关度，毋过袂赴。而且军方第一时间派搜救机，嘛因为天气无法度及时。当时的情况下，他找到了一块区域可以一直保持目视，可是压在下面，他人员没办法下去。第一位就是我们第4联队救护队上校队长林家田。大过一次，调离现职，预划3月1日生效。本人发生飞安重大的事件，负全军飞安成败之责，自请惩处，记过一次。若是乌阿爸经过分析，机械故障的可能性增加。军方已经听出包括空军上将司令、新校机等总共5个军官。未来乌鹰计划加到气象雷达，嘛会伫咧模拟机内底来入去紧急状况的应变训练，提高飞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消防队出勤所发生事故，这站台一检讨才知影，顺一个小队长所坐的水箱车后座并无安全带。高雄市消防局嘛表示讲，已经全面检视所有共型的车，会紧请厂商倒安全带。13暗时出勤的消防水箱车去互动拖车弄甲变过，造成消防人员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其中洪上分队小队长帮延昌去向海出去车外口不幸来殉职。事尾检讨，失事的巨型水箱车后座无安全带。我们过去在救灾上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那这算是第一次发生这种状况，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说，我们透过未来的亡羊补牢啊，把所有的还没有安全带的这些车厢全部再把它装上去。高雄市消防局表示，所有车拢经过监理单位的审验，照道路安全交通规则86条。后车手无规定讲一定爱下安全带，毋过发现问题就爱处理，已经联络厂商，后礼拜甲6只共型的车来加倒安全带，而且嘛考虑消防人员穿装备了，敢是会当下，爱符合出勤的便利性，而且嘛尽力来互家属上大的协助。因公性质的这个条件，它的审核会比较严苛一点，这是我们。当然，同仁发生这个状况，我们一定是朝最优渥的方式去处理啊。在这个伤势最严重的赖统生同仁呢，那目前在长庚医院接受治疗。那他们伤势呢是有头颅有这个骨折那么脑干有受伤，右脚有这个骨折，还有身体有多处的挫擦伤目前受伤上严重的消防员罗通生，分别指数6，性命现象稳定，也搁伫咧家户病房急救。若是其他3个人，嘛拢搁伫咧带医治疗，状况真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新德县因为无焚化炉，所以本社爱送去外县市处理是真麻烦。所以呢，即马县长想要去焚化炉，今仔日下晡原底是要伫咧德北办公厅会，后来因为旧的场地是出问题，公厅会转临时取消。
是来建场地办公听会，你当初有讲要跟谁讲公听会？你们都没有讲。苗栗的人甲新德县环保局因为场地借用的问题，双方的意见无同。原本伫咧15举办的新德县基本所分化路的公听会，场地准备好啊，毋过因为当初是借用的时阵，双方的讲法无同，嘛干会当互公听会暂停。什么临时又要盖防化炉要怎样？他说是最新型的，我们根本。做里长都还不晓得，就前几天才公文给我们，造成妙方今天的一些意见，那我们也基于不要造成妙方的困扰，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取消，没有办理，那我们另外再安排合适的地点。实际来西滨公路红皮磅坑路南出口边仔的分化路预定地，会当看到现场已经用铁片围起来，毋过当地民众也是反对分化路起伫遮。要来遮做分化炉，无可能会做啦，我哋抗争到底啦。在未跟地方取得沟通协商之前，回馈计划未谈之前，我想我刚刚要来之前也有跟我们议长谈起过，都不宜让他这个动工证明，这个都不可以给他。目前分化路的部分，县政府已经采用高效能热处理的设施，希望讲会当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后续阁要经过环评，到底当时才会当正式动工，可能无遐尼简单。记者综合报道。中兴大学是接受雪霸国家公园的委托，监测高山道观的2台自动相机煞无去。研究团队呢，做高山的研究工作是头摆拄到这种代志，已经报警处理。雪霸国家公园内底雪山东风线的高山满山红缩时摄影，记录高山气候甲食物生长变化情形。日前，研究团队就山时发现，放伫雪东线6公里甲5.9公里的2组摄影机无去路。其中一台相机在5.9K， 它是针对杜鹃的部分，就是针对红毛杜鹃的部分。那它是整个基座，包含那整个是被拿走。那另外一台部分，它是整个相机的那个基座，整个是被拿走。这样6年到8年的时间，相机摆在那边都没事，然后刚好今年碰到这些事情，应该不至于是被误拔。研究团队指出，按照现场研判，应该是互挑工提走的。这是因做高山生态研究头一摆拄到这款的状况，互人无多了解为什么有人要安尼做，已经报警了。教授指出，这自动相机记录雪霸公园这8年外来气候甲环境的微妙变化。植物，尤其对像玉山杜鹃，相对还是比较敏感的这样子的一个种类来讲，它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这样子一个长期观测。植物的气候。物候调查，那也发现这个极端的天气会对植物的生长有很大的影响。外山自动翕相机近10年来伫国内被广泛运用伫个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也是科学研究。苗栗县去年10月也捌发生在石虎定出现的所在，一礼拜内有38台外山自动翕相机互偷摕去。因为这类翕相机拢有特殊机型，并无适合一般民用。偷摕人为什么安尼做，也有待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你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11度到18度，中部地区14度到22度，南部地区18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到25度，离岛地区10度到20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